那年底准备要外销的往来雪茄，顶个月才受到风台霜冻，产量大减。就惊这礼拜若做风台，外围款流的风台雨可能会影响淡薄。今仔透早，农民是赶紧去果子园做防雨。雪茄园内经过风台霜冻的果树已经有打湿的情形，即马可能又有一个风台，农民透早来果园勉强甲会当卖的大麦雪茄先套落啊。这是第一粒风台用到的。毋过外销的往来雪茄，第一批授粉的花果差不多互前几个风台拍落去，第二批授粉的果实早拄啊结果，也无法度包起来。农民敢来当加强修剪树叶，避免果实挂着伤。毋过无法度预估，敢有法度度过即个风雨。农民阁要烦恼年底要外销的往来雪茄，产量甲品质会有真大影响。你看，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会减少多少的收成啊？收成哦，今年减少很多呢。应该只有今年能收的应该只有1/3吧。台东农改场特别提醒往来雪茄农民，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对东部地区可能会带来大水雨，拄啊结果的细粒果实上行果园积水，也有可能会产生炭珠边加水果烂去，呼吁农民赶紧做好排水，避免果树病害损失扩大。请大家在大雨过后天晴的时候来加强病害的防治，针对小果，因为小果的时候比较怕下雨过后的一个病害的发生。因为往来雪茄是年节啊上潮时的水果，每年过年是第2月，毋过往来雪茄产期会到明年4月。县政府讲会加强辅导往来雪茄的外销，帮助农民减少损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